新闻头起先，美国对顶关税本月初一施行。美国总统川普有签署行政命令，公布要施行的新税率，要甲咱台湾扣20%的关税，比日本和韩国15%是搁较悬。总统赖清德拄则有表示，这敢若是暂时性的关税，会继续来协商。 美国总统川普伫美国东部时间7月30日正式签署新的行政命令，再一遍启动针对全世界贸易伙伴的大规模关税重整。根据白宫公布的上新名单，伫上新调整的附件一清单内面，台湾和美国列入20%税率国，甲印度、越南、斯里兰卡等国家排做伙。另外，加拿大输往美国的货品。 关税自25%调悬到35%。白宫表示，这是为了要回应加拿大继续无作为加报复的行动。美国东部时间8月7日透早12:01开始，美国将会对还未甲川普政府达成贸易框架协议几60个国家的进口商品实施新关税。 Yes, and he will be signing an executive order at some point this afternoon or later this evening. August 1st, the reciprocal rates will be going into effect. If more deals are cut between now and midnight, I will never count out the president. You've seen him do it before. He cut 3 deals in one day very recently. 川普伫真实社群答问讲，伊甲墨西哥总统小恩保姆通电话正成功，汽车将会扣25%关税，并且对铜、阿鲁米、钢铁扣50%关税。之前川普就讲，中国、加拿大加墨西哥无法度有效阻止芬太尼原料出口，而且大部分的芬太尼拢是经过墨西哥入去美国。 是美国毒品泛滥严重的凶手之一。川普会甲芬太尼的代志甲关税交做伙，墨西哥出口去美国的商品继续扣25%。Mantenemos como estamos y son 90 días para seguir platicando, dialogando, construyendo. 公司新闻综合报道。